嚟越南大洼究竟去邊度好？南哥咧作為呢個兩蛙之父啦，嗱認真話俾你聽啦，來去三個地方啦，峴港、芽莊、富國島啊，最適合大蛙。咁啊睇翻你蛙嘅年齡啦。如果咧你純大蛙嘅，可以去富國島嚇。富國島咧講緊咧有水上遊戲啦、機動遊戲啦、最頂級嘅度假別墅、度假山莊。而家雖然咧佢整體嘅完善度唔係太高，但係因為蛙咧對飲食嘅要求唔高，富國島其實咧係最好嘅選擇。第二個我講一講芽莊啦，芽莊咧我唔係話十分推介，點解咧？因為旅遊團、劏豬團實在太多，人太多，所有嘅景點咧一堆堆可能咧都係啲大媽喺度同你逼嚟逼去啊。咁如果你真係咧想要一個高端度假享受咧，芽莊咧一定要慎重。當然亦都有嘅好處，芽莊消費相對比較平啦，無論餐飲啊、娛樂啊，亦都係酒店嘅度假村啦。芽莊咧喺成個越南嚟講，相對都係比較平嘅。咁最後一個南哥極力推介啦，越南中部峴港順化加會安呢個地方咧係三位一體，有歷史文化、海上娛樂同埋頂級嘅輕奢度假酒店，樣樣都有玩到。當然啦，飲食亦都係非常之好啦，因為佢有我哋中國傳統嘅文化嘅會安古城啦，亦都有越南本土嘅中部特色美食嘅順化河粉啦。所以喺中部咧，旅遊文化加小朋友最中意嘅陽光沙灘，整體咧大家咧如果帶老人家帶小朋友，全部可以兼顧。最關鍵唔需要行樓梯啊！咁如果大家要過嚟中部旅遊度假咧，而家你要揸住啦，因為國內冇直飛，人咧相對亦都係比較少，而家性價比咧係非常之高㗎。有需要咧評論區咧可以咧留言俾我哋啦，我助理都會回覆返大家，有份詳盡嘅攻略咧話俾大家知應該點樣玩。